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昨在咧立法院临时会举行监察院人事动议权的投票。国民党这个立委经过几落天的抗争，昨是伫咧议场内底，把这投票所和投票箱全部车互倒，佮和民进党的立委起骹动手，全拍起来，甚至伫咧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结束转票了后，佮向主席台牵水球。现场是乱糟糟，但局落尾是摕过超过半数的同意票，计共65张，确定做监察院的院长。26个监察委员也拢全部通过。民进党立委做伙算时间，12点1个到，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监院人事动议权投票结束。国民党立委随摕水球，牵对主席台去。也那绿营立委是穿雨帽、野房仔阴影，佮破水反击，规个乱糟糟当中，叶玉兰佮区玉莹两个人是起骹动手咧相拍。其他的立委看到这个情形，赶紧甲两个人揪互开。无顾南亚立委的抗议，游锡堃宣布开始开票，由技术人员抢票，甲计算票数。落尾当局以60%的同意票，3个无同意票，摕到超过一半立委的支持，通过担任监察院长。也那26个监察委员嘛，全部拢有通过。陈局同意票65张，不同意票3张，无效票2张。为着主动监院人事案，国民党团17用内外攻击的方式，在会议开始进前，就入去议场举票语画口号，甲坚守伫主席台顶悬的民进党团画来画去。也那游锡堃宣布开始投票了后，南亚立委是甲票箱淹互倒，佮甲转票的所在拆掉。南绿立委爆发激烈的冲突，吴炳瑞甲罗明哲是用拳头帽咧顶高机。部分南亚立委甲技术人员的公文袋抢去，掠破了后，甲纸压伫咧涂骹。也那绿营立委是甲议场倒边的房间当作投票所，去玻璃后壁转票。其他的人力是咧阻挡南亚立委的干扰。11点42分左右，国民党搁一届出招，南亚立委雄雄排队领票，却坚持要去倒边民进党用的票箱来投票。南绿两边的人搁一届一去议场的中央咧对徛，国民党搁话讲要阻碍投票。毋但议场内底拍来拍去，立法院外口嘛是无平静。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叫100外的群众包围立法院抗议。台北市搁调700个警察来维护治安。国民党立委甲地方的议员轮流徛去咧宣传车顶悬画讲，拒绝后舍，退回提名。南亚支持者嘛几届想要爬过铁线网，攻入去立法院，毋过随后警方抓落来。就伫咧场外甲场内规个乱糟糟的情形之下，监委人事嘛宣告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军这边的消息，陆军航特部601旅7月16要结束汉光演习任务的时，机号616 OH-58D 战术直升机对新竹空军基地起飞，准备要飞转来基地时，简单是因为飞行机的机械故障，全对天顶落落来。即马监视器画面已经公布出来，担任全校校和高嘉良上尉2个军官不幸殉职。总统蔡英文昨是去病院慰问家属，讲这2个飞官拢是英雄。也承诺会把代志的真相调查好清楚。直升机对天顶落落来，机身直接弄到涂骹，马上爆炸导火烧起来，牵出真高的乌烟。陆军航特部一架 OH-58D 战修直升机，昨日下晡落伫空军新竹基地，机顶2名飞官不幸殉职。这种监视器画面公布，直升机出代志是不是因为机械故障，也需要调查。机头着地的方式来坠地的，因为飞机的目前的残骸都已经算是烧毁的蛮严重的，那所以它有一些数据卡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目前还在做残骸的一个收整。这个阶段检查之后也是都是状况良好的，也完成试飞合格的。军方表示，直升机对新竹空军基地起飞1分钟了，回报全息转速上低。呼叫了后，向倒边180度经驶过去，因为下边就是真侪徛家所在，为着避免伤害到民众，所以讲转向转去基地，不过逼降失败。总统蔡英文早起去慰问家属，对着飞官转向撇开徛家的行为，总统讲因拢是英雄。这是我们国军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哀痛与不舍。那么他们错失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抢救自己生命的机会。
他们是我们的英雄。蔡总统表示，已经指示国防部全力协助家属，并且爱做上详细调查，也希望民众为国军加油。中昼2月顺指挥官简林专高嘉良也对新竹病院109桃园国军总病院官兵列队来敬礼，场面肃穆哀伤。顺一个假驾驶简林专小号是朋友眼中的好爸爸，面册顶面常常分享甲囡仔的相片，家庭生活和乐。副驾驶高嘉良上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原定今年要甲女朋友结婚，雄雄过身，互家属是非常的悲伤。国防部长严德发也率领国防部代表到灵堂致意，并且行三鞠躬礼，感谢2位顺一将士为国奉献的辛劳。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军太平洋舰队17发表声明，宣布 Nimitz 和 Reagan 这2只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准备要出发去南海演习。这也是美军今年7月份到达第2摆伫咧南海进行这项演习。伫画面顶会使看到2只美军预习零发电的航空母舰 Reagan 和 Nimitz 即阵当伫南海，针对战术防空这部分做演练，目的就是要维持上悬的战备能量，要确保会当来应应海上任何的紧急事态。这也是美军这个月第2摆伫南海进行双母舰的军演，南海情势若像愈来愈紧张。再来，咱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台湾增加2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因拢是伫咧菲律宾做工课去获到的。针对7月15有6个泰国人对台湾要飞转去泰国的时，拢发烧，因随体检验病毒。咱的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昨下晡有接到泰国官方的通报，讲这6个人武汉肺炎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一帮中央航空的飞行机为台湾飞出去，顶悬载223个旅客。15到泰国密国了后，有6个泰国人出现发烧的症状，而且接受检验，看敢有患着武汉肺炎。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接到泰国官方的回应，检验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据我们所知，目前应该不是转机的身份是从台湾过去的4位移工、1位新住民跟1位学生。我们的一般的规定机场进去都要用红外线测量温度嘛那这6位并没有所谓的这个高烧的一个状况。因为这6个乘客并无和泰国确诊，所以指挥中心对这6个人伫台湾的活动甲接触史并无进一步做调查。也若过来17，佫新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病例，一个是20多岁的女性，第453例。甲40多岁的男性，暗号454，2个人拢是为菲律宾做工课转来台湾。其中暗号453，伫咧7月14出现人无精神，然后疼、嗽、有痰、疾鼻等等的症状。7月15入境的时阵，有主动讲伊有无爽快的症状。也若暗号454是伫咧7月12甲13出现发烧、鼻部芳臭甲感冒的症状。15伫咧入境的时阵，有主动讲伊有相关的症状。落尾2个人拢由机场的检疫人员安排采检了后，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17确诊。那有关他的接触者，目前已经匡列2位，一位是他在菲律宾当地的同住室友，那今天会返台，所以我们也会把他列为居家隔离对象。那另外一位是他前后2排的乘客，那目前匡列的接触者有24位。根据指挥中心监测的资料显示，全球疫情是压关了真紧。7月16个一天新增加的病例超过24万例，创下新高。美国最近小连续放零管制措施了后，疫情搁反扩，即卖逐天新增加的病例超过6万例。甲中南美洲同款拢是疫情真严重的地区。也若台湾附近的印尼甲菲律宾，从疫情爆发以来，也是继续伫咧滚价。另外，最近日本、澳洲、香港等等的地区，豆豆放零防疫措施，疫情有恶化的趋势，可能会增加社区感染的风险，民众也是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澎湖日报》。台湾和香港因为两岸交流断去，两地的关系和英国未笔直。驻本派驻伫香港办事处的处长已经2年无法度过去香港做工课，即马佫传出代理处长高明川因为拒绝签一个中国的设计师，昨已经返来台湾。现此时，台湾派驻伫香港机构的工作人员5位组长只剩1个人，也佫伫咧香港。来看《中国时报》，为着刺激艺文消费，文化部伫咧艺放券这部分佫加规划12亿，今日要开始开放。予民众登记3天，7月1日会公开抽口啊，2日中昼就会通使用。即阵全台湾已经有12000间的店家会当用艺放券来消费。
过来，咱来看联合报。中央医和台大病院针对无食薰索取到肺癌的人做研究，现初是发现讲形成肺炎的危险因子，唔简单只是因为空气污染，或者是使伤侪油烟，平常时食伤侪有化学剂，或者是防腐剂也有关系。国际上要紧，咱先来关心印尼。伫咧苏拉威西岛，这几天因为大雨落袂停，河流规个涨起来，即阵已经超过30个人死亡。伫咧印度这边，疫情也搁伫咧滚加，全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现此时当地也伫咧做大水，至少71个人不幸过身。路边浸水，居民只好靠船啊摇人撩水行。几风大来大水，互印度人口近百东北部省份拢浸伫水内底。阿萨姆省、比哈省、加尔克汗德省拢有数百万人被迫进入临时庇护所。卫生主管机关也真烦恼，疫情恐惊更加恶化，全国确诊人数也超过100万例。这场大水已经带走超过70人的性命，各重创第一大城孟买市区一栋老厝倒去。हाँ हम यहीं पे थे आए थे सामान लेने के चलते तो इसी में बिल्डिंग पूरा उसी टाइम पे गिर गई अभी ये बिल्डिंग बहुत कमजोर है बहुत जूना बिल्डिंग है इसमें हमारे सब दोस्त लोग हैं उनके साथी लोग फंसे हुए Our rescue work is going on and our team is recovered total 4 dead and 2 live. 因为这日整修有56个人住伫内底，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意外造成6人死亡，甲1个人受伤。因为郊区有一栋厝倒去，2人死亡。救援人员伫落雨霾当中找找生还者。印尼苏拉威西岛伫13开始落暴雨，造成大水带来落雨霾，流入数千栋的厝。救援人员表示，已经发现超过30人死亡，因也搁继续甲时间比赛，找找还搁活的人。Untuk saat sekarang ini masih ada yang dicari karena masih ada data-data dari warga atau keluarga korban yang melapor di posko. 印尼国家搜救机构表示，搜救进步会继续进行，被大水断去的交通也在抢救当中。受灾上严重的北鲁乌区是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甲镜头转去中国。伫咧中国这边，这几天也因为小煞落大雨，未少当地未少所在做大水。中国估计现此时损失已经达到500亿的人民币。当地政府也宣布，长江今年第2号大水，水头已经起来啊，三峡界坝水量即摆也直直增加。老爸爱查某囝赶紧逃走，民众真惊吓，化工卡办一事啊，都无法度出来了。中国连续几天的大水雨造成灾情，长江流域淹大水，伫咧水头的重庆15国路超崩的车公雨，重庆市万州区的大水是因甲规个拢无看的路，水有甲3公尺深。敢若16这天，伫咧五桥镇丰盛的街仔路，都有10多栋厝淹去，体力要1万人。受灾的，而家找不出的。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这波大水雨会持续到18。重庆累计有19个区，超过18万人受灾，1000多栋厝倒去，6000多公顷的农作物浸伫水内底。长江1号上悬的水位目前已经通过安徽省的区段，即马安徽长江主流也是全线超过警戒的水位。安徽当年的大同古镇去有大水淹去，淹到半站楼悬。马山站出现了超历史这个水位的洪水，沿江支流湖泊有25条超警戒水位，有6条。超保证水位17透早太湖的水位已经达到保证水位，当局发出太湖大水红色的警示。另外嘛宣布，长江2020第2号的大水，伫咧水头已经形成，流入去三峡大坝的水快速增加当中。像2020年2号洪水已经在长江上游形成，7月下旬到8月上旬，长江上游仍是降雨集中期，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洪水。按算17暗时，三峡大坝上大流入去的流量，恐惊会达到1秒钟55000立方公尺，超过第1号大水的流量。伫第1号大水的期间，三峡大坝上大流入去的流量是1秒钟53000立方公尺。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蓝色的大水雨警示。中国应急管理部公布，7月份以来大水的灾情造成江西、安徽、重庆等24个省，拢总23个人死亡或者是失踪，超过20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有491.8亿的人民币。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内消息，进行三倍券发放到昨已经第3天啊，发出去的纸本超过500万份。不过各地头也是有传出领券的系统故障。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即若是有问题，政府这边拢有随处理，也强调三倍券发放到昨真受欢迎。三倍券伫15拜3开始分实体券，除了排队现象受到关心，经济效益会当有偌济嘛继续受到讨论。国家职策研究基金会提出各个分补助金的时间点来做比较，大部分拢是以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来刺激消费，像讲澳洲伫3月底就来分，美国4月中，日本5月初，所以台湾的疫情都已经解禁嘛，即马才来分三倍券，即期这款的时间点已经收完啦。照理来讲，这个钱应该是花在情况最不好的时候。要丢出来，所以你看国外就很快就丢出来，因为才会产生刺激效果。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效果不会那么好，因为本来大家就已经在花钱。但是各种的代志一直在发生，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第一天有真侪人上线有状况，但是政府就随克服。光这2天就500多万人完成了领券，在第一天虽然因为一时那么多人突然上线，有稍微短时间宕机，但你看5月天卖演唱会的票，4万人也会宕机，500多万人里面1万人怎么样子？其实比例并不是很高。苏贞昌表示，这么侪人已经完成领券，看得出来三倍券是真受欢迎。啊，若是经济部长王美花嘛就公布节目来面对外界形容的三倍券之乱，伊认为讲领券已经超过529万人次，效果是真好，佮加上真侪商款嘛杀加价优待，问伊三倍券敢是会当进行消费，王美花也是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建设案停工5年3个月，台北市建管处经过环境评估和风灾避难等等各项评估了后，在7月16日已经依法正式发新的建照给万雄集团。所以来万雄就会当准备资料，向台北市政府提出开工的申请。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原来的公安要求做最严格的把关，台北市不会让大巨蛋成为台北市的核四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爱大家放心，台北市府会严格监督和大巨蛋安全，因为已经停工5年3个月，大巨蛋伫台北市建管处要求完成导省、翻查审查、佮风火避难性能评定了后，总算会当摕到建照。今天把建照同意出去。它的意涵只是代表同意它第3次变更设计的内容，那不代表它已经可以复工了。在最快的时间里面，那来申请复工许可。那申请完复工许可之后，我们就按照工期跟工进的需求，那开始人机物料就开始进驻。这个准备期间，我想大概会落在1个半月到2个月中间。刷来，万雄会提出英文企划书甲台北市府来研究，若顺利复工，按照规划，大巨蛋会当伫明年底完工。这是台北市议员有冤有真济疑虑，认为台北市府并无解决大巨蛋的公安问题。明明远雄就有多处的安全梯不符合建筑技术规则97条的规定，为什么台北市政府睁眼说瞎话，就这样让它放水了？如果未来大巨蛋可以，有哪一个建案不行？核发了全台唯一一张加上附注的建照。对于远雄，台北市政府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宽容、这么独厚呢？大巨蛋敢受符合建筑技术规则第97条，佮有第127条，是目前上争议的所在。黄珊珊强调，这件核准的部分并无包括第97条风火安全体的规划。万雄必须伫摕到使用执照进前办理变更，若是建筑师签证无实，建筑师各爱负责。另外，第127条并无适用伫遮，未来若是大巨蛋要办演唱会，佮必须依规定提出申请。记者郭灿曾之前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海巡署16暗伫咧马祖南竿发现中国的抽沙船抽沙抽过界，随甲船顶8人押转来侦办，也甲2000吨的抽沙船扣落来。16暗时7点外，马祖海巡队接到顺风区指挥部的通报，有一只可疑的船进入南竿禁止的水域。顺风艇前往勘查，发现一只2000吨的中国籍抽沙船，就随公布来甲因赶。船长有没有听到？你已经进入我们的禁止水域，离我们的岸边只有不到1海里。
就算顺风艇公布距离，这只中国船也是无要插，所以海巡队随紧急调派100吨的顺风艇，还有多功能的 CP 艇前往支援，而且伫咧暗时8点外，由海巡人员定准检查。第二批支援警力准备登艇，好，特勤人员3位登艇。海巡艇强靠登检约2000多吨的抽沙船，因船上多达8名船员。海巡以优势警力，以小博大，实施战术来执检，成功查扣并押解人船到岸。马祖海巡队伫咧17载起押送船只去定沙海峡，实施落沙吞顿去超2000多吨。押送的8船员是以违反台湾地区甲中国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来法办，因为中国抽沙船最近直接来偷采台湾专属经济海峡内底台湾产的沙少，内政部预告会修正专属经济海峡甲大陆大战法。甲偷采台湾经济海峡土石的程度提悬到1年以上7年以下，罚金的金额嘛提悬到8000万，希望讲会当强化主动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这边，中华有一间能源公司用正价介绍要去将有氯这种化学元素的茶来烧，结果一烧，空气内底就烧出戴奥辛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唔但污染空气，也损害人体健康。这间能源公司的负责人即马一向关1年8个月，伊赚的乌心钱94万，即马也拢充公。检察官带队入来这间工厂斟酌所在，负责人虽忙想要规避责任，毋过掉落内底拢是满满的茶，嘛拢正做污染的证据。这间伫咧中华北头的丰兴能源公司，以烧茶来生产水蒸气，供应2间食品公司来使用。毋过检方查出，公司为了要省成本，使用有氯的熟茶来烧。地书排出有毒气体戴奥辛，怀疑经过3年的审理，判刑的负责人1年8个月有期徒刑。规避检查。竟然把这个集成袋，也就是这个活性炭应该放置的位置，他们竟然钻孔打洞。只有在105年7月29号这一次的采样，那它的那个标准是超过那个每立方公尺10耐克这个最新108年这个环保署发布的这个标准。根据中华关环保局的稽查资料，丰兴公司从2015年开始，到戴奥辛钞票的状况，后来一直增加，一直到2016年的7月底，去用测到每立方公尺是24.2耐克。环保署伫咧9月份要求停工，业者就随去用起诉。中华关环保局嘛表示，未来扩大烧茶顶落的茶汁。会不会排放戴奥辛？当然就看这个燃料里面的这个含氯量啦。那有一些燃木锅炉，它比如说是废家具啦，或是一些废建材的一些废材，那它往往里面有一些含氟剂量或是一些漆料。中华关环保局表示，新法修订戴奥辛的排放标准，对每立方公尺0.5耐克提悬到10耐克。地方法院嘛以新法做标准来量刑，相关涉案人都要爱面对刑期，嘛要讨回不法所得。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上头，即马天气是哪来哪烧热，可可是会风一个，就互人感觉真凉。南投的竹仔文化园区有请专业的老师，要教民众安怎用竹仔来变khí色。咱做伙来看这项老技艺。天气小热，出外若无电风，khí線就是一个真好的天然工具。南投竹山的竹文化园区特别举办课程，互民众家己做khí線。我觉得不会很困难啊，很有趣，因为第一次来接触到这个，做1-2次的话会比较熟悉一点，只是说速度会比较慢，不会很困难，就是蛮好玩的。利用无共色水的竹仔片来编织出有多样的khí線，顧慮到學員是頭一屆參與，這邊老師嘛特別安排較簡單的課程。各位大眾來講是比較容易上手的，因為我們最基礎的就是我們有9片來起底，我們用753的方式所以它才會有一個圖形，這3的一個形象這邊看起來簡單，但是實際上需要真大的耐心。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參與課程的民眾嘛攏順利做出虧損。過程中唔但學曉編織的技巧，嘛當了解竹仔的特色甲文化。記者綜合報道。天氣報你知，今日台東可能會靠火燒風，在湘北和南投溫度恐驚會來到38度，各地有機會來到36度。這回來看詳細的氣象資料。
北部26度到34度，中部26度到36度，南部26度到36度，东部26度到35度。在金门平湖马祖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的人客有够多，敢会使卖个硬刺激摆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我即摆的感觉。压杂，压杂，汉字写做压杂，罗马字写做压，字压杂。两字拢是入声第4调。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虽然汉语同款，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有时是因为天气、湿度的关系，有时是环境，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只要是心情袂顺、无欢喜，阁无法度解决，拢会当讲是压杂。像讲有时阵，阮会拄着一寡人体真歹性地，电梯速度上慢，就搞阮骂，阮阁无法度应转来，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台语和压杂外语的词有高超烦、硬心、烦恼、郁闷等等。高超烦是咧讲人的个性，硬心有受气的意思，烦恼郁闷较负面。压杂是心情闷闷啊，感觉无介好。不过我若特别压杂的时，我拢会去做运动，减轻压力。大概运动了，我的心情就会较好。若卡袂到就压杂，有可能变做是郁症。郁症是现代人真常有的病症，甲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相像，拢是爱去互医生看。若有遮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拢是好的哩的，至少嘛会当控制甲真好势，会影响正常生活。咱讲欢喜嘛一天，痛苦嘛一天。咱做人吼，唔通无代志，家己生代志，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家己找烦恼，互家己歹过。人讲改运不如改心。丢压杂、高超烦、硬心、郁闷、郁症、食饱换腰、擦家家己牙，改运不如改心。祝大家大工拢欢喜，压杂顺利利。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